啦，乡亲朋友，一困過後啊，轉到了福氣落嚟節目嘅現場咯，和 NGB 係拜二好是生產線來小解本所有鄉親朋友啊，是係大家講高數哦，吼高數咧特別有按到嘅農產品唔高啊，吼嘅種類按到按樣嘅本大家來認識咯，你係都也個沙期啲擺度吼，朝向其中慢慢嘅啊，吼啊即講行頭來做來推崇到按到嘅，即講留一品牌留來實現出來，行個留 ND 嘅好嘅產品來收幾本大家，根本呢都搶到佢哋來到 N 節目嘅現場哦，來留大家來分享啊，佢哋啊一路行來嘅就歌唱行歌啊，一到按好食咧嗬，一個 N 嘅種菜嗬，係樣嘅做出來嘅咯，有啲係要一下就愛詳細來談咧，嗬，係想一下夾來唱 N 嘅啊，從南北美來留大家講下係做嘢嘅做嘅。呀，現場也會看到嘅，也做係按太長呢，嚇，一個摘起來吼，摕樹頭摘起來，起好時嚟都摘起來吼。笨蛋種也係按樣啊，都按太長咧，你總係要一太長，像你嘅青蘋果，要按太長喎。也要差唔多要3-4兩嚟做啦，3-4兩嘅做出來就會按樣嘅菜。一個做唔係按你簡單咯，愛去烚喎細啊。愛寫留佢寫歌，啊個愛留佢烚歌啊。用嗰啲餅糖，用下邊烚。餅糖。烚把嘅要12點鐘咧。釀裝起來。哦。裝起來比嗰啲。留佢。排啲香別曬。本佢就係冷別走嘅意思係嘛？細火位啦，細火別煮啊，咱就按乾。哦，嚇！我用。細火慢慢地去煮，文火哎用一煮一嚿，12點鐘，12點鐘，哇，要辛苦噃，要當辛苦，看愛留佢種到按好品質來講，當然應該一個安全嗬，一個空間咯，就做唔得有任何嘅一個講農藥藥到啊，肥料藥到，做唔得有以外呢，一個啊種出來咧，一下就愛夾啊嗬，咁當然現賣。朋友來買，韓國油人都留佢拿來做成一個人講到蜜餞，鹹酸甜喎，學一做人嘅餅糖，餅糖攞去煮咗12點鐘，啊細好變滾，變一烚把雞好樣嚟裝起來必曬啊！古時人高數一片嘅做嘅量有多嘛？哦，千多，古時做出一年來講，人哋做出一種按樣嘅鹹酸甜嘅。做講做嘅來講，做慣，當然做嘅慣。做愛鹹酸甜吼，其實伊是啲硬係最好嘅，也買係係最好嘅家私買係咧。最冇家私嘅係未病嘅啦，係未病嘅。係最冇家私嘅時節，因人拿嚟做。家私係冇按好嘅時節，係因人拿嚟做。啊，唔硬係頭邊嘅硬係要講到而家12點鐘吼。12點鐘係12點鐘，其實係。消費很輕度些情，哦，這係要動到嘅，係個過程係蠻輕度，過程係度。哇，古時你學愛識到也掉，嗬，真是應該農民愛辛苦種出來，韓國做出來對社會再來說，真是愛應該愛惜福啦，唔好講細細嚟就冇愛嘢係變到壞體，東西係要出到買到多好就好，誒唔好講弄體去，嗬，咩唔好講一般買到多，嗬，呀，所以大家用來分享下，來細細嚟一樣做好嚟，學一做係一隻人哋嘅做嘅，嗬，即係嗰兩係看到做嘅個，一順通係要一個，唔會，都高數咩做冇嘢啊？都咩黑白鋪張油咩？高數冇，按我哋建議去就買嚟做嘅。哦，唔係，我補充一下吼，我哋買是我哋隔壁茂林，茂林底下林肯大郡921，然後林肯大郡之後開始進墾進拔，然後開始政府給了補助去種一些水土保持的作物。哦，做黑也係水土保持，它就其中一種。做黑都你都隔壁聽。那原住民他們不會去管理。我說咩係上喺保護區地度咩？嘿，就茂林，茂林跟高樹的界限，所以他們開始種梅子，那他們沒有辦法管理，因為他們只是為了水土保持而做，所以我們開始就請當地的居民，就是當地的農民，我們拿錢給他們幫我們採下來。古時看人咩係，它是完全無毒的，係個安全無毒嘅嗬。古時講安全無毒嘅農產品啊，所以印度一下即個基本嘅要求到嘅嗬。
對一個消費者來講，咪係一種負責任嘅一種嘅一個做法啦，嗬。學一模嘢來講，咩強用？係你嘅客家阿媽，阿媽來做嘅。因為筍米嘢做出來嘅東西嗬，是按嚟做黐，係也黐嘢冇做過。古時都咪用一模嘢做嘅，冇做係。一黐就係。存到落下嘅東西，以前人哋都即係嚟都冇嘅。哦，也是布呢，做唔得剪係咯。係也講一個食呀，所以來做係咪一種用心當好嘅一種一個想講。用心嘅啦，做起人哋唔孝順，人哋都即係。都跳起啦，啊見啲啊孝順用去做就做起來。好，也就係講到做一個黐嗬，存下來嘅一個模嘢，你咩冇打送哦，嗬，講就講一個食風咩，嗬，一個自然就冇弄提起，學也就係人哋嘅模嘢咯，嗬。學講到入邊呢，講還有一個講順康嘅係羅皮哩啊，係羅皮哩，但羅皮哩都冇俾看到嘅冇馬強用嘅，冇馬強用嘅白玉蘿蔔，也係七家種嘅，七家種嘅，農場自己種的，全部種嚟都七家種嘅。哦，一呀有下貼片的素材嘛，因為羅皮嚟買那也就有啊。冇強用人哋用嘅白玉蘿蔔，就是小小的，用米農寫羅皮嚟嘅，係，米農應該細細嘅，烹用羅皮嚟嘅咩？烹用係，啊人哋嘅片麻油，都人哋都片咩油種，係都米農同果樹用嘅地方去種人哋嘅東西，係，啊人哋也是人哋自家農場方自家種嘅。好，全部都係自家種，自家來講做，哎呀做出來嘅蕎米呢？蕎米冇農藥之外嘅蕎米，嗱可能當年全部強用嘅時間，大家都會吃到個冇貼片啦，啊你都也用下貼片咧，羅皮咧，唔似嗰陣嘢，係要識到，本來都冇強用啦，人哋冇唔係共同做出嚟嘅東西，唔係共所以唔會同老輩。強用係強用嘅東西，係呢啲冇強用嘅啦，做啲黐好，咁就講也就係嘅羅皮咧，嗬，再講做出來嘅嗬，也講真係比正頭先學到一個節目開始之前要嚟試下嗬，也再講自己一個甜度唔會太甜，鹹高呢哦，就係唔會講將年當試鹹，哦，有啲年度嘅東西叫乜當鹹，嗰時候也做係啲大槍聲咧，嗬，也喺鹹度各方面，亦都係用嚟去調整咧。不斷改良，還是不斷改良。因為人哋嘅東西係冇用嘅一般的砂糖，係用黃金，人哋用冰糖去做，係冰糖。而且做法輕簡單，最重要係嘛係嘢時間，輕巧。係啲一下用材料。完全做法簡單，最主要嘅就係時間嗬，我要時間嗬，要拉擺嘅時間，這樣做出來就會好食嗬。好，一講到嘢，其實也三種都幫係上到一種嘅嗬，而家都一個苗路巷啊，要推出一種叫做品質菜，係一當中嘅所有嘅地方係一幾種冇？唔係提啊，品質菜冇提啊，係而家睇咩物嘅樣嘅菜啊，吃到當中還有做既有貼片咧咩？嗬，貼片咧幾種嗬，係呢幾種品質菜，係做貼片咧東西，玻璃餡，玻璃餡，係它水乾嘅，醃乾嘅，哦醃乾嘅，哦也做醃乾嚟嘅，嚇一地方要物嘅咧，地方要咖喱菜，鹹菜，鹹菜，係。咖喱菜啦，鹹菜，所以一兩種做，而就按做品質菜。係，應該叫出來就做得食。一步哦。哦，再另外一個料理啦，學料理應加下甜來老太家講嗬，也做人講品質菜嘅部分嗬，也做係而到做係滷嘛嘅，也係滷，也係咖喱菜。係咖喱菜。哦，做品質菜，品質菜幾倍度，而家做，而家做係老件醃乾嘅。我睇家都懂講咧，真是嗬，哦，實在睇下講下哎喲合作來做啊嗬，誒做好過後行愛點多，可能變到就嚟變漿水，漿水係哩，哦，水一滴那邊走個走嘅安尼，哎喲顯好，好又就係講到一個另外講到嘅一個品質菜啦嗬，也係。可以挑魚，因係做愛滿嚟嗬，而都黃條咪自家做嘅，自家種嘅咩？黃條唔係人哋自家做嘅，係，人哋嘅豆曲是自己做。哦，佢喺自家落去做嘅嚇。
啊，伊毛芎药是按来浸过，发酵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拿一颗一颗拿出来蒸过，用浸呢。发好诶，还要个拿来蒸过、浸过、浸过，嘿，唔免啦，也水脑杯都浸过啦，水脑杯也系浸过过，最老其他蔬菜做饭毛芎药都係水面，伊就都係含有到嘅浸過過，後蒸過來，不用因為紅嘅都按樣嘅意思啦，吼，好也就係應講豆腐葉貼片嘅蔬菜啦，講浸過嘅，浸過咧，真係唔知用冷餸，嚇。冷餸去浸過，係用喺農場樓去冷餸，冷餸哦，係我哋做呢個嘅蒸籠嘛，我哋用嘅意思啦，嗬。好，再過來順後樣啊，一定好食咧。哦，黃梨，我最好食就黃梨苦瓜，黃梨醬，係黃梨苦瓜去煲嘅雞肉，好，嘅食材一定好食，食了會肥減呢。唔過一個黃梨醬要做到好冇按改呢。係，有的會做出來，就係你去煮的時間就冇按好食。係，咱的陸地吼，也醃製的東西吼，我們都認為它不健康，其實是我們要讓它很長時間完全發酵，它會發酵，發酵，它會生成好菌，所以它到最後它其實對人體非常健康的。所以我們的鳳梨豆漿也一定要8個月。那在過程裡面，8整年啊，奶奶用誒冇用一般的砂糖。用扁桶，全部都用扁桶。那扁桶我們做2次發酵，T100發酵鹽巴發酵之後，我們是全部都要倒掉。係，然後錄唔完，一鹹係錄唔完，然後流烘落都做2次發酵加冰糖。嗰個俺哋鳳梨豆漿是清油名嘅，錄唔會清鹹，係，而且完全發酵。來到高雄呢，嗬，應講到一定出名嘅就係一個黃梨韓國一個做嘅，嗬。好，過來看到順豐嘅也係，應該係薑嘛，薑係，也係嫩薑，係嫩薑。我看到那杯買嘅粉薑，係冇事嘅。哦，一所長到哪呢？都冇俾買上班下邊有fonfon嘅食，啊日切架做嘅，切架種嘅，切架種嘅，切架做嘅，哇！食材哦，都看到嘢嗬，我都有種嘅感覺啦，嗬，一個薑麻辣，一個我豆腐然後都做懂炒飯嗬，一時節喺講啊嗬，要翻來嗬蹦下，真是係懂嗬，應講係一啲東西哦，即講。呀，食落肚哦，唔會有負擔哦。韓國呢，嗬，日頭全部係應講客家嘅，應講阿婆阿媽嗬，佢哋嗬，就當歡喜做出來嘅，越食咯，會越長存，韓國會越好生咯，嗬。好，還有乜內容呢？應該下聽陣個繼續來聊大家嚟講到，先來聊下嚟。